大癲，有個香港人走咗去新宿街頭宣傳廣東歌，冇錯，嗰個就係我。繼上次去Shibuya之後，今次我走到嚟新宿做廣東歌特派使者，暫時個方向係攻略咗山手線啲大站先，等我打造咗個派歌據點之後，再諗其他地方。大家可能會好好奇，究竟因乜解救32度大熱天時要走出街頭揾人聽廣東歌呢？係為咗賺流量啊，定係為咗廣告啊？我 YouTube 條條短片都係嗰1000零2000 views， 我話賺流量你都驚啦。至於廣告，拍咗幾年片，因為題材實在太專，全部都係介紹香港同廣東話俾日本人，一個廣告都接唔到。所以好可惜，通通都唔係，係純愛啊！問你死未？真係自己講完都打冷震。不過係真嘅。宣傳2時間，當然各大唱片音樂公司揾我賣廣告係無任歡迎，一定會搏老命幫你將啲歌帶去日本。講完廢話，入翻正題。話說上次準備咗啲有晒日文翻譯嘅歌詞卡，一邊睇一邊聽，以為萬無一失啦，點知大家都好似聽到一頭霧水，唔知聽緊咩。我先後知後覺意識到，日本人都唔識廣東話發音，又點知唱到邊呢？真係當局者迷。吸收咗上次經驗，今次連片都準備埋，有 MV 有廣日字幕對照，聽完歌仔仲有卡仔收，正唔正先？以為今次冇走雞啦啩嘅時候，少年實在太天真。我發現咗個 bug，就係日本嘅聽眾太顧及我嘅感受，下下都俾爆分，仲諗住可以聽多啲日本聽眾最直接嘅意見，睇下可以點樣幫到香港歌手打入日本市場，係咪俾2首歌佢哋聽，等佢哋有得比較下會好啲呢？各位香港人覺得呢個 bug可以點拆啊？誠邀大家留言一齊交流下。